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有实体的礼拜，同时呢，我们也有线上一起直播，让我们能够虚实整合，一起在主的国度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开始的祷告。这位天父是信实的天父，他是慈爱的主，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他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主，我们的父，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渴望我们能看见。我们一起举手来说，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你保护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主，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我的安慰，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的面前，吸引我到你面前，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在我们今天要预备礼拜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用这段话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赞美。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能够一起实体的礼拜，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恩典的机会。我们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上帝真的保守台湾。我们也看见在奥运中，我们有这么多很令人惊讶、很令人没有想到的恩典出现。就如同这段话，耶利米书所说的，我们最近在读的，在这里说到以永远的慈爱爱你们。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上帝是用信实和不变的爱爱我们，所以我们要一起起来感恩，我们要一起起来赞美，我们一起祷告，发出感恩的祷告，发出赞美的祷告。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他是信实不改变的神。我们为了他所领受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不要吝惜你的口，我们开口来祷告，开口来赞美，开口来感恩，开口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亲自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个用永恒不变慈爱爱我们的主，你持续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邀请我们与你一起在你的面前来欢喜快乐，来赞美，来发出那赞美的声音。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持续的带领我们，持续的邀请我们，因为你用信实不变的爱引领我们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要持续的来到主的面前。在这疫情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你遇到信心软弱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挑战或困难你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话再次的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读这段经文，线上的我们也邀请你一起开口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纵然人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总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因为这位上帝，他是用永恒不变的爱，用他的信实公义来带领我们的。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持续的来读。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让我们自洁，是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大的恩典，是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活出他的心意。你相信吗？上帝不是一直看你软弱的地方，不是一直看你过不去的那些挑战困难，不管是经济上的、人际上的、环境上的、心境上的。上帝要我们脱离那卑贱的事，是因为他要带领我们成为圣洁，他要带领我们跨越，他要让我们合乎主用，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面都能够去行。所以我们要开口来做一个悔改的祷告，让上帝把我们从那个卑贱的事，从那个软弱的事，从那个没有办法自己跨越的事，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摇动他的手，我们要来开口祷告，我们要转向他，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胜过。我们开口来做这个悔改的祷告。主听见我们的祷告，主听见你心里面那个想要改变、那个想要脱离、那个想要胜过的声音。求神让你有从他来的力量，持续的站立在他面前。今天的会前祷告最后一个祷告，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于是我祷告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是公正的审判官，你鉴察人的心思意念。我把我的案情交在你手中，求你让我看见你替我伸冤。这是今天的在家会主的经文，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代祷的原因。你需要谁帮你伸冤？你有冤情吗？你身边的人正在那个什么样的案情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他鉴察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如果你身边就是有那一个需要你为他代祷的人，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可能是你得罪的人，可能是你欺负的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我们就要开口来为他祷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他必要为他的儿女伸冤。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为你身边需要代祷的人来祷告，邀请线上的人来祷告，邀请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开口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回到主你的面前。在每一个礼拜，不论在线上在实体，主，我们要在真理中来敬拜你，我们要在真理中来认识你，我们要在真理中来经历你。是你的恩典存留我们，叫我们能够颂赞主你的荣耀。我们在这段祷告最后一起用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在哥罗西书3章4节说，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让我们一起持续来感谢，持续来赞美，也感谢神，这让我们能够恢复实体的礼拜。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一起拍手。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再一次，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持续拍手敬拜那满有盼望、满有能力的神。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筛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筛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我要得胜，得胜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
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高举双手，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何等的不配，但你仍然爱我们。在这疫情当中，你让我们仍然有平安，仍然有盼望。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深处我们的心。我们此时的心，或许人不懂，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懂。但是主啊，你真知道我们，从过去、现在，直到未来。
主啊，你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这一颗会跳动的心，因着外在许多的刺激，主啊，有时候我们感觉喜乐跳跃，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被支持，我们有时候感觉非常好，但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又好像跌到那谷底，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有时候我们真是怀疑人生，怀疑我们自己，怀疑我们所相信的你。主啊，谢谢你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你总是支持我们。主啊，你总是那守约施慈爱。当初我们怎么跟你相遇，我们怎么跟你立约，主啊，你就按照你所应许记载在圣经当中。主啊，你就是持续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谢谢你来恢复我们那起初的美好，就像你恢复我们今天可以实体面对面来礼拜。即便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在圣殿里，但是主啊，你就在那里。主啊，当我们用诚心诚意，我们用真理真实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持续不断的要牵引我们走人生的路，这条路不容易，但主你与我们一起努力，使我们的人生可以美丽。这是意外的奇迹，唯有你给我们那永远的盼望，因为只有你给得起。主啊，只有你是可以给我们那复活的盼望，因为主啊，你自己成为那复活的主。谢谢你，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来见面我们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见面哦。我们非常感谢神真的是是怜悯台湾，使我们能够从7月27号之后，我们稍微可以降级哈。但是应言牧师相信你跟我们的防疫没有降级，我们的这种警戒心，我们的这个保护自己，我们没有降级哈。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在神在台湾所要这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意外的奇迹，让世界的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大家的努力，以及主你与我们一起的努力。那我们呢有限制人数，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登记的方式，所以也要请大家透过小组长，所以我们小组很重要哈。我们透过小组的登记，然后可以到教会来敬拜哈。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登记到，那因为人数有限，我们仍然把这个位置留给那些长辈，他们真的是没有到教会来，他们会觉得很失落哈他们没有到教会哈，觉得浑身不对劲哈甚至他们觉得看荧幕就是不方便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留给这些长辈，那我们尽量也登记这个让教会来安排哈。所以我们也看这个活动哈，我们教会的一览表很小，对不对哈？连我都看不太清楚，因为太多的讯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我们其实是线上跟实体是一起的哈。那个 QR code 拿出来扫哈，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好吗？哈，所以给大家有3秒钟的时间哈。好，来把它扫描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一清二楚哈。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一样到教会哈，我们就是实名制哈那我们一样的防护的这个
是全套的了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降级啊哈，所以我们就减少没有哈。我们也非常恭喜明天啊，在我们当中年轻人要受洗哈，李洪全，那他的属灵伙伴是永恩哦哈，跟大家都一样是年轻人的哈，请我们来关心他哈。那明天我们会有长执会啊，在1点在2楼会召开哈，因为2楼比较大哈，那所以请我们的同工来预备。好，我们来看音乐牧师很喘了，因为要戴口罩。现在听说是没有办法，按照规定是没有办法把口罩拿起来哈，所以在换气当中有一点过度了哈。好，那所以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请遵照我们的时间了哈，不太超前，那也不延后离开，好不好哈？那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我们刚刚已经有讲，我们会按照同工，我们今天我们的招待同工也做得非常好啊哈，我们就按照这个依序哈，我们就一一来进入。那因为明天是圣礼典哈，那这个可能今天我们就没有哈，那这个我们就今天先简单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圣礼典会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把2合1哈，整个包起来是放在这个椅子前面的哈，所以在镜头前，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也不要惊慌失措，说哇这样会怎么这个防疫漏洞啊？不会啦哈，我们都有十全的准备哈。好，那参加的这个实体的请注意哈，这个聚会我们就离开，我们不在教会逗留哈，因为我们来教会哈。目前防疫就是为了来礼拜，然后尽量我们少交谈，然后一定的距离，然后我们礼拜结束我们就离开哈。下个礼拜是重要的哦哈，父亲节哈，那8月8号跟8月15号这一天，我们都会有父亲的这个精美的礼物要送给来礼拜的那如果你觉得说8月8号不是有限定人数吗？那没关系哈，我们都会透过小组长哈，都会送到你的手上去哈。好，那周三呢祷告会我们也是用实体跟这个直播的方式哈，所以我们一起哈，透过祷告我们来经历神哈，透过祷告我们来聚焦哈，让我们才不会失焦，我们人就走得歪歪斜斜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在家哈跟老师动一动哦哈，这个是松大的哈那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哈，我们这个雨春职能治疗老师他真的很厉害，我这个鞋子哈就是经过他这个调整哈，他看你的站姿走路，他就知道你大概鞋子要怎么调整哈。那这个我们如果有长辈哈，可以免费的，所以请他们可以来上 Google Meet 哈。我们现在长辈很厉害，很会上 Google Meet 哈。好，那这就年轻人了哈，不是因为年轻人很会失控，对不起，不是这个意思啦哈。什么年龄都容易失控的啦哈。所以但是呢，我们在失控当中，我们就要知道有这一位神，他会有很好的安排哈。那我们来看杨佑任这位年轻人，他怎么在他的曾经失控的人生当中哈然后他去经历神的那个美好哈。请来报名哦哈，还没报名的请赶快QR code 一下哈，那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哈，都请他们来报名哈。那这就从儿童的哈，也是有关青少年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夏令营结束之后，哇，这个我们有后续的活动哈，我们大概5个小时之内哈就抢光了，昨天下午哈这个名额全光，所以我们就在商量老师，这是第2梯第一梯是在早上，那我们又加开1梯是在下午。那为什么跟青年青少年有关？我们非常欢迎你来跟老师合作，当老师的助教跟这个队辅，好不好哈？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不久的这个1-2天，我们就会有关队辅。如果你想要学习怎么透过科学来跟孩子来接触的话，那么请你关注我们的这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消息哈。好，那下个礼拜哈，我们的义民兄哈，这个慧清姐他们本来6月要结婚哈，终于等到这个稍微降级的这个缝隙哈，所以他们选在下礼拜要结婚哈，非常恭喜他们哈。但这边还是一样会有人数的限制哈，所以也是要登记哈。还是以他们家人的这个参加为优先哈。我们恭喜他们。那我们的佐佐父哈，在7月27号，蒙主恩召哈，求神来安慰这个家属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都有人数的限制，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参加哈，那就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次哦，好吗？好，来，请。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再一次好吗？来，请。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接下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哈。那如果你不方便没有关系，你不知道奉献的意义都没有关系愿我们呢回应神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生富足。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聚集，再一次的来到主你的圣殿当中。主，愿你也帮助我们，是在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实在可以再次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也献上一点金钱，也愿为你的圣工所用。这样子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要来读今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21到25节。彼得前书2章21到25节。音乐牧师来稍微简单的简介一下彼得前书的1章2章在讲什么哈，因为今天经文已经来到2章21到25节。简单来讲，就是彼得他对了一群主耶稣的这个信徒门徒来提到，我们既然是被神所拣选的，跟你跟我一样，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有新的身份，就是属神的儿女
的身份。而我们属了有神的这个新的身份之后，我们仍然在这地上来活。以当时候来讲的话，他们虽然有这个天国的身份证，但是还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权下，所以他们还是仆人的，还是仆人啊。那他们原来是家里的人可能不信耶稣的，他仍然在那样子的父母的权柄下生活。那么我在原来的环境中，我怎么样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我怎么样活出那个生活？不是因为我有了新的身份，我有耶稣成为我的靠山，我就有自由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反而是我有了主的这个真自由，我可以选择，我要顺服在这个执政掌权者的下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执政掌权者不是神所允许的。那么在罗马帝国下，在这个彼得前书，他说你就要来顺服你原来的主人，或者是你原来的政府之下，你原来的那样的环境中，那你能够活出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行为，是因为你知道在这地上是短暂，你永恒的是那天上的，那永远的是不是在这地上？在地上之后，我是有永远的盼望的。以至于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要讲，所以你们受苦，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有新身份以后，不是从此就是吃香喝辣的，不是。反而是你有仆人的身份，你在这样的这个世代都没有改变之下，你有新的身份，是耶稣的教导的身份，你会发现你怎么跟人家都是逆着的，跟罗马的政府不是逆时钟，而是逆罗马政府的，逆当时候的这种价值观的，逆当时候的人的那一种风俗习惯的，而你就会觉得被打伤，或者是你觉得很受伤，你觉得很受苦。人家都去做坏事，人家都是放纵私欲，因为那个时候讲究的就是所谓的二元论，身体就让它尽量败坏没关系，反正我的灵魂会上天堂就好了，或我的灵魂会去主耶稣那边就好了。没有，他说我们在原来的地方我们会受苦，有2种苦，一种是你自己不爱惜你自己，简单讲就是说，现在防疫最简单的，我出去我自由啦，我现在降级啦，所以我呢随随便便戴口罩。像今天你们发现音乐牧师从头到尾都要戴口罩，因为现在下面有很多实体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就要戴口罩起来，除非我有去做这个快筛，好，我确定我没有，而且这个是要每个礼拜都要去做的。那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我们自己而受苦了这是第一种苦，或者是不好好睡觉那个3更半夜冲到上个礼拜夏令营期间，这个不是说不算啦，就是说那是暂时的好，但是呢，长久以来我们还是要顺着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好好爱惜。如果我们不爱惜，而我们生病了，我们受苦了，我们才来说那边受苦然后得了什么病高血压、血糖，一天吃饮料好几10杯的那这是你自己该受的苦。另外一种苦是上帝特别拣选你，让你可以参加天国的奥运。我们知道嘛，参加奥运总是要锻炼身子嘛，锻炼身子没有那种轻松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要从这边来开始。一开始就说你们就是我们蒙上帝招来，就为了此什么？为了要受苦的。你说那我还来得及打退堂鼓吗？音乐牧师告诉你们，你问每一个奥运的选手说吃苦好不好，他绝对跟你说吃补的，因为苦过来以后就不得了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来预备，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在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在这段时间，我想我们大家非常的关注就是奥运这是一个意外的奇迹郭婞淳没有人不知道，但是国外的媒体竟然觉得最意外的美好是他抓起来141公斤没有完成摔在地上的这一幕，这对他们来讲却是意外的奇迹，而不是奥运得金牌。那么我们来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几个人可以成为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平白无故得到，他们却是花了他们人生许多精华的时刻，他们是苦过来的。甚至于有人说，他整天1年365天都练球。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林云如，他说他每天都练呢，只有1天不练，就是比赛那天不练而已，因为去比赛他没有办法练。在这些的奥运的选手当中，我们参与了，我们觉得真的是许多的让我们惊喜，当然也有很多的惊吓。这就是昨天晚上吧，大概这个时间吧，我们的小林同学呢，在冬奥的那4个这个赛末点，大家知道，他就输在那4个赛末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很难过？特别他自己讲了一句话说，好想赢哦。我相信在昨天晚上到今天，很多人早上起来都是在想这4点，赛末点的这4点。那么以小林同学来讲，昨天的比赛是他人生的局点还是赛点呢？局点我还有希望，很多人说他还年轻，19岁，所以昨天的比赛也不过是他人生的局点而已。4年之后，他可能又有一个可以成功的赛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你的人生所谓的得分的，所谓的赢过或输的，我是在局点还赛点呢？音乐牧师说，如果你今天还在这边还活着，那么我们都还是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神那边，所以我们仍然还有机会。那么我们说，他们得到这些奥运是意外的惊喜、意外的奇迹，还是意内啊？音乐牧师，你在讲什么？是啊，意外就是我意想不到之外的啊。意内就是说，他不断的努力，他就是在他的意想之内会有的成果啊，不是吗？哪一个人不努力可以得到奥运的？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不是说吗？意外是奇迹，那么意内是败绩，是吗？意内就是我意想得到的，是吗？不是音乐牧师常讲吗？也不是只有我讲啊，你都讲过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所以意内的败绩其实它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用太惊讶。昨天小林同学那一场也不用太惊讶，因为它是意内的败绩。只要我们人生到最后那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死局，我们的结局不是死局，而是那有永远唯一的盼望，那么我们就有意外的奇迹，因为神自己要成为那复活的主，使我们在人生的最后，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周千成他会怎么样，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是一开始就信耶稣的，你们都知道。等到他信耶稣之后，亲爱的大家知道吗？他接受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之后，他的战绩怎样？是意内败绩，还是意外的神迹奇迹？他信主之后，连续10场被打败，被打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教练，他总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赢，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输，而这个过程，我们总是在被神来锻炼我们的信心的这个肌肉，因为神是我们的教练。就像周天成说的，他没有教练，他是这一次唯一没有带教练的选手。他说：“不是我特别厉害，不是没有谁可以
教我，没有，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教我的，只是都不适合我，而上帝是我的教练，上帝他知道怎么样调整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如果是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冬奥的奥运，我们是人生的选手的话，谁是你的教练呢？你期待教练怎么锻炼你呢？如果教练跟你讲说再一次 one more time， 你会不会甩头就走，说不了，你自己玩？有这样吗？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呢？不只是教练，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而我们不是仆人。主的意思是说，以他为我们的中心点，我们把他排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是他的唯一。我们不一定要是第一，真的，但我们的主看我们是唯一，没有人跟我们一模一样。那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跟主的关系呢？也就是我们有新的生命之后，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都信主之后，那么我们怎么回应这时代？我们还是活到这些很讨人厌的同学旁边，还活在这些很刁钻的可能老师或同事之间，但我们怎么回应呢？怎么会我们有了新的身份，神的儿女的身份之后，我们的回应还是旧的模式呢？我们怎么样旧的模式？就是我们还是不断的苦读啊，因为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吗？我们要怎么样待人啊？我们要人家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待人嘛，是吗？所以我就按照上帝的教导，我就希望人家是这样待我，所以我就赶快先这样去待别人。但是结果却是什么？不但不是白忙而已啊，而是我可能去付出了所有一切，竟然我所得到的却是反向的结果，被严重的伤害，甚至人家看我们是呆啊。人家看我们，你们基督徒就是好欺负啊！好像我们成为有新身份之后，我们的苦毒就不断了，无处不在。彼得前书那个时候也一样啊，在那罗马的政府之下，他却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觉得他要不一样，要按照耶稣的教导。所以来到了这边说，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不是吗？我们被笑啊，被笑还小事，最大的事情是怎样？我们可能会被害，因为他们用我们的圣经的教导，那些好像可以占我们便宜的，甚至于可以毁谤我们的，想要把我们推倒的。我不知道今天周天成我们的弟兄他会所谓的比赛会赢还输，今天晚上嘛哈。但是我要知道是他走这一条是不容易的路，如果你去看他这一路走来，但是我们在这些苦读当中，我们会想要，有的人会想说，那我要来找苦主，我要来申冤。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就是越申冤，我们就越觉得冤，越觉得难过。甚至于我们在教会内，我们在小组，我们在区里面，我们在教会内，我们还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因为真的，今天耶利米书也有讲啊，我们的主是什么？是审判的主。审判是什么？哎呀，牧师，这还关门哇？审判是什么？你不懂意思啊？审判就是像法官一样，谁对谁错，谁处罚谁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参加接下来的这星期三的祷告会，8月几号？好像8月4号，就要来讲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什么是审判？还不只是分辨对错而已。审判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管理，也就是主会料理啦。如果你已经受了那个意外的伤害，或者是根本不是我能估计的，怎么会这种衰事在我的身上呢？但是主会帮你料理，主会打点，所以你不用去申冤。但是如果你有办法，不是说好吧，就为了这个就不要讲了，不是，而是你尽你的能力，你已经去讲表达，但结果还是不如你意。OK，
主啊，你替我伸冤，因为你是这位审判的主。你除了会分辨，主还会怎样？主还会料理呢。我们不会一直那么衰的。昨天是我冬奥以来第一天看冬奥，坐下来要看比赛，就看到我们的林同学比赛。那我心里想，到底要看还是不要？因为每一次我看到那个人都会输啊，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衰到底，你知道，我一坐下去看而已，这正好那一局，这怎么从3轮一直咚咚咚咚咚9？你有看到那一幕吗？我说主啊，我那个手都已经遮起来了，都偷看，到底要坐着看还是不要看？我如果出去他可能会赢，他会逆转胜。那个时刻我就决定说，主啊，不是我没有那么厉害，不是我这个水杯斗零，只是那么刚好，真的那么刚好。所以我今天晚上周天成还是打算不要看好了。亲爱的大家，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我们是这么重要人物，讲夸张一点了哈，我看了他就会输，就代志没有啦。但是我们总会自己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交给神，不要自己论断自己。我们不要自己去说：“哎呀，都是我了。”神是审判，他总知道是怎么样，好不好？当然，这个苦难是无法躲藏的。我们人生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有身体的病痛，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应验牧师都在讲，那些都不是意想不到，都不是意外啦，因为早就已经说嘛，不如意事情10之8九啊，早就已经是意内的。我们意内就是人生会遇到这么多不如我们意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人生打的算盘是什么算盘啊？如意算盘嘛。所以亲爱的大家，如果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万一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总是能够有神的救恩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有大的能力，他早就预备，特别是在那末世的时候，在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拯救之恩，那才是永久，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怎么信主了以后还是这个旧模式的样式，可不可以改啊？可以呀，可以。怎么改？主就是用他的救赎的模式，使我们有新的改变。这边讲到，特别这段的经文里面前文我刚刚抱歉没有讲到，其实他在前一章有讲，我们的人生很短啊，我们人生真的像客旅啊，就像去露营一样。我们其实是到最后，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觉得不会到露营的地方把它布置的这个美轮美奂，好像我们住永久的，好像活得好像没有神，不用跟神面对面，不是啊，是我们像客居，我们有很快要跟神来面对面的。于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真的要求的是那个，我们遇到这些苦难，刚刚有讲可能有2种的苦，那么神允许我们用这个救命式的呼求。你们最懂应验牧师啊哈，我都说最短的呼求是什么祷告？主啊，救我啊！这句话救很多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妹，主为什么救很多人？因为神早就在我们还没有说出口，他就已经怎样，就要预备要救我们。他让我们吃这些苦，他来招我们，使我们受这些苦，不是主没有算到，是主，我们的主呼召我们的主，要磨练我们的主，是我们教练的主，他早就已经意内了，他早就已经算了。我们必须要受这些苦。他没有说你们就苦啊，我自己在那边没有，他自己先受苦，然后他让我们他自己没有犯罪，他也没有口里也没有诡诈，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典范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违和的话，只把他自己交给这位公义审判主的人的主，所以他给我们这样的典范。因为人在觉得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会觉得很委屈的时候，就总会做错事。这就是彼得他自己呀。我们彼得前书的作者，他曾经怎样坏了主的事啊，也就是他自己觉得怎样不公平啊。我们的主怎么可能要受这个钉十字架，然后他就出手了？不行，主啊，你不能上十字架，阻挡主受苦，坏了事。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委屈的是，真的会坏了事。第二是什么？人家兵丁要来那个受难日最后晚餐之后，人家要来，兵丁要抓耶稣的时候，彼得一生气就把那个什么大祭司的仆人怎样，耳朵咻削了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不平的时候，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坏了主的计划。但是我们的主很奇妙，就把这个人的仆人的耳朵又把它粘上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当我们觉得这些事情真的过不去的时候，我们把它交托给我们的主，依靠他，他必要成全。他要使他的公义如光发出，就像这么亮的光一样发出，那些黑暗的事情就无法躲藏。所以我们应当要怎样？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为那些道路通达的那些人有成就，我就心怀不平。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彼得这个作者啊，他自己啊心怀不平啊，这个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或许我们要止住怒气，离弃这些愤怒，以致我们作恶啊，以致我们自己成为那坏人。对呀。我们常常会想，当我们处在弱势或我们很想赢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林同学已经讲了2次，好想赢哦！不是他讲而已啊。好，现在台湾很多人都这3个字说好想赢哦，可是明明就输了。我们有好几个选手就是这样，好像我们一开始都这样，哇！一开始就输了，可是如果我们被逼到那个赛末点，这个赛末不是局末哈，已经不行，这盘再输就要等4年了。他奋力的挣脱，可是他最后总能这样华丽的逆转。我们总会想，对呀，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真的作业都没写，我都旷课很多，我都没好好上班交业绩，然后最后才说主啊你救我，我好想赢，主啊我好想重新再来，好想再给我好成绩，好想再给我好的结果。希望的就是这个奋力挣扎，然后希望是能够逆转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些比赛，给我们启示教导，就是那赛末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那个张力才好看啊！那心脏快要跳出来，很多人都说他快要心脏病了。能赢的关键，这个报纸一打开说，不只是技巧跟策略，更是什么？意志的斗力，是吗？英耶牧师打问号哦，因为不是意志跟斗力就可以。人生这个局面到最后那一刻要赢，不是，而是要救赎主的拯救，才是使我们在人生的赛末，我们是可以赢得这场胜利的。因为我们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没有什么的委屈比他更委屈，没有。但他上去就为了换我们，上去就是为了替我们。所以这边写说他的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他在罪上死，使我们在义上可以活，以致他在十字架上面最后那口气，最后那7句的话里面最后一句，他说成了。那是耶稣在这世上的赛末成了。可是世上的人觉得你明明失败啊，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来啊。我们的主成了，就是他完成他人生的使命。那么成了跟成功有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选手输了，我们仍然说他虽败犹荣，就是他成了，他已经努力，他该努力成了。耶稣的成了，不是我们人生所说的这些成功，差一个字，结局差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成了还是成功？在神的眼中看，如果我们把我所努力的一切，我不管结果，但我把这个努力可以做得到的，我怎么可以办得到？哇，原来是主你跟我在一起，我付出我尽所能的，我尽所能的，我就成了。
我的影响就非常大，而不是成功。你看我吧，你看我就是靠我的意志力，所以我能够怎样。一个字差很多，影响却差更多。愿我们的生命天天有成了很多的事情，成了只有你可以完成的事情，成了主在你这世上让我们发挥呢不断的影响力的事情。因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我们还是这个老旧的我的改变怎么改变？主要引导我们，因为我们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这个你们灵魂的牧人要监督。亲爱弟兄姐妹，改变是什么？改变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些人还记得，他在选举的时候他说，改变永远不会来到啊！这么绝望。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他人来改变，别人来改变，或者是等待某个适当的点来改变，那么我们就是那个我们等待已久的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我们所寻求的改变，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从我们现在开始。即便我去做了以后又失败，那么主会说成了。虽然主不会说你成功，但是成了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保罗说，至于我不夸耀别的，我只夸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借着这十字架，世界与我已经定死了。当我们在那些纷纷扰扰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以这个为标准。我在这世上已经定死了，因为我要再复活。我们的主要为我们伸冤，我们的主要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因为我们因着真理，我们真的是能够得自由。那种自由是我愿意，宁愿我自由去选择被束缚，这才是真自由。我愿意去选择，我早上8点40就起来，虽然连在学校都没那么早，但1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营长，这个就是自由，而不是不自由。因为我宁愿我选择，虽然我的亲戚朋友都还没信主，但是我宁愿选择我在家中，我就是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我就是要孝敬父母，即便被人家笑，我就是要在上帝的家中，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选择，我们是一家人，即便我们信不同，即便我们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在主里面，因着主先爱我们，我们愿意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些人我甚至荧幕上都没看过他真面目，到最后一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过去20天，我们一起发生了什么事？科学课非常的精彩，让人更认识这一位创造世界的主。不要怀疑，这真的是在线上。你以为是在实体吗？不是，是在线上。还有体育课哦。我们的苏新明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带领他们很可爱。虽然耶稣的书写错，但是我还是很感动。这不是乱运动的哦，这个运动是能够帮助他更多的注意力失调可以调整得好。
我们的新媒体的同工透过 Google Meet 把他们抓下来的影像，也很厉害哦，感觉好像是实体一样。2期20天，原来不可能的。线上能够做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的主不会被这些限制，我们的主不会被疫情限制。这是他的时刻，也是你的时代。一只小鹰，它要学飞，它一定先从掉下来当中去找寻那个风向，它自己的力量。它从失败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正掉下来吗？如果你现在正是往下掉的时候，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开始，因为这是你的时刻。祷告就是专注于上帝做什么，不是求而已。矫正我们的观点，使我们能够合神心意，使我们的方向是对准神的。就像那个小鹰掉下，它可能方向东南西北，它可能还360度改变，但是那个风向使它可以找到真的重要的方向。方向永远比速度更重要，我们也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或许我们乱了我们的脚步，乱了我们的方向，但是改变就是现在。我们只要方向对了，那个结果我们就交给神，让我们可以来飞翔吧。这是你的时刻，也是神参与在你的时刻的时候，好不好？我们透过祷告所带来的改变，使我们带入那个意内的苦境。很苦的那个成绩是可能是可以想得到的，但主却不是让我们沉溺在那苦机里、败机里，是要带出那意外的奇迹。因为唯有主可以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好不好？在我们改变的旅程中，我们有主成为我们的力量、盼望、指标、目标，透过祷告行动，我们就让自己往下掉，然后赶快我们展翅我们的翅膀，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行动力，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神来拯救我们，决定我们的心以上帝的心为心。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也让神再次来聚焦我们。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来哦，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
是永恒唯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即便我们的生命失控，即便我们意想不到的节奏，我们好像突然被喊停了，我们不是还有手上比最后一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中的赛末，不是局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人生就要决定输赢了。我们没有在4年，没有，而是永远的。永远活下来的盼望，还是永远在火湖里呢？我们有没有那意外的奇迹？有，就在那赛末，主说：“你只要愿意。”我们的主自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使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只要我们愿意。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赛末，而是我们只是我们的局末，我今天的所谓的失败，我今天所谓的挫折，只是一局而已，我还有好几局。我们的主要来带领你，只要你愿意，他要改变你跟我，使我们接下来的有新的局面，我们的结局也要不一样。愿这意外的奇迹成就在只要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已经走投无路，主啊，我即便不是走投无路，但我就是觉得很空虚，我就觉得我没有力量，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不知道我将来，我不知道明天，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过。让主来带领你走过飞跃翱翔，随着圣灵的风带领找到那人生的方向，对的方向。我们只要展翅，我们拼命的展翅我们的翅膀。我们好像要掉落下去，但是我们的主就像那风一样，使我们在那展翅翅膀当中，我们真是知道圣灵的带领的方向，以致我们可以翱翔。我们从那低谷中逆转身，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胜利。主啊，我们每一天累积许多你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成了。至于能不能成功，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的是可以荣神益人，使我们生命真是一趟意外的奇迹。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凡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及那渴慕你愿意要传福音给他的家人或朋友，因为主永远不改变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使人跟神可以复合，我们恢复那当起初的美好。主更是要成为我们的引导者。亲爱圣灵，成为保惠师，与我们随时同在，让我们不管在哪里，在家里，在工作地方，在每个角落，特别在那黑暗当中、绝望当中，我们就成为光，我们就成为盐，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得胜的宣告，来。有看到你们，有信心，来哦。
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拆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平安喜乐都归给众人。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互道平安。